每日隨機鎖匙盤，今日係第32日啊！好，下單。上到嚟呢個 Mottowa 369尺，放埋560萬嘅單位。一入門口左手邊咧，並唔係一個鞋櫃，而係一個雪櫃嚟㗎。因為呢度嘅廚房咧，用咗一個比較新嘅設計，佢將廚房分咗做洗碗區同埋煮食區嘅。咁見到成個空間咧，其實規劃得唔錯。呢度仲可以放個飯廳。咁而客廳嘅部分啦，我覺得咧喺一房嚟講都足夠空間，而且仲有一隻對流窗。景觀方面咧，其實望翻出去就係11期同12期共同來源嘅位置。咁見到呢啲嘢都幾對版㗎，而且呢個單位夠高，一出去咧見到天空都幾開揚幾舒服嘅。咁跟住我哋就去到房間嘅位置咯喎。咁房間見到業主本身擺咗個大衣櫃同埋張大床啦，見到都仲有相當嘅走動空間，我覺得都幾闊落嘅。咁最後浴室啦，咁當然啦，會德豐就好標準嘅全環石設計啦，咁不過都係黑廁嚟嘅，唔知你又覺得呢個單位點呢？留言話俾我知啦〜